大家好，今日係2026年1月9號晚上9點。咁咧就龍騰四海係91集，因為今晚拍2集。頭先已經嗰集咧就講咗呢個馬杜羅嘅問題。咁即係呢集嗰個題目都仍然係呢個委內瑞拉政局嘅啟示。咁頭先攝影師提醒咗我咧，就今日咧就係特朗普咧講咗下一個目標咧，可能就係哥倫比亞同埋古巴。咁呢個咧都係小國嚟嘅，亦都係我諗特朗普嚟講咧，在對付呢個伊朗之前，伊朗而家已經立不亂啦嚇。最好嘅立到威嘅，除咗捉咗馬杜羅之外，就係呢個哥倫比亞同埋呢個古巴。尤其古巴咧，係幾十年以來，由卡斯特羅嘅時候，都已經係俾美國制裁咗幾十年。咁啊，古巴應該其實幾大鑊嘅。點解咧？因為佢係被美國制裁，佢離美國好近嘅啫嘛。如果美國肯俾燃油俾佢，俾石油俾佢嘅話，係好方便，好近嘅啫。咁啊，嗰個運費咧少好多。由於美國嘅制裁咧，佢唯一就係要向委內瑞拉嗰度買石油。咁啊，委內瑞拉嘅石油咧就係重油嚟嘅。點解叫重油咧？佢好結嘅，結到芝麻糊咁樣，仲結過芝麻糊。咁咧就要揾啲稀釋劑咧嚟到稀釋咗佢之後咧，先能夠咧係製造咗呢個石油出嚟嘅。嗰啲佢啱啱拎出嚟提煉出嚟嘅呢個開採出嚟嘅原油咧係好結嘅。咁你諗下，如果美國送石油俾賣石油俾古巴容易好多啦，而家要響委內瑞拉運過去。好啦，而家大鑊啦，委內瑞拉而家個石油咧將會被呢個美國控制。一控制咗之後咧，佢就唔會俾佢咧，就賣俾呢個古巴啦。咁啊，古巴咧就即時咧就大鑊啦，冇石油啦，冇油用啦。所以如果美國而家要出兵去對付呢個古巴，即係輕而易舉嘅啫。因為佢一冇石油，你冇得打㗎啦。已經本身古巴已經係一個小國，佢嘅軍力係有限嘅。咁如果要美國要出兵嘅話咧，古巴根本冇法子同佢打嘅。好啦，第二個就哥倫比亞。哥倫比亞就出咗名係多毒販㗎啦，已經係即係毒販仲惡過呢個政府嘅，經常即係毒販同呢個政府軍打起上嚟啦。政府軍啲裝備都唔夠佢，因為佢有錢啊嘛，毒販好有錢，佢啲裝備分分鐘仲犀利過你個政府軍。咁由於呢個哥倫比亞咧就係出產好多毒品啊，咁所以美國嚟講咧認為佢係一個毒梟嘅國家，咁啊佢出手去整呢個哥倫比亞咧更加好有藉口。一控制咗哥倫比亞之後，就連委內瑞拉2個國家隔離啫嘛，就成個南美洲嘅北邊咧就俾佢控制住。咁控制咗哥倫比亞同埋委內瑞拉之後咧，佢就慢慢咧就會炮製你其他嗰啲譬如巴西啊、秘魯啊、智利嗰啲玻利維亞嗰啲比較大啲嗰啲國家。尤其是如果你同中國同俄羅斯嘅關係好嘅話咧，都可能咧係成為呢個美國嘅目標都未定。咁所以咧就我補充咗上一集講漏咗嘅嘢。好啦，呢集講咩咧？講由於委內瑞拉呢個政局咧影響到美國嘅情況啦。咁啊，點解特朗普要做呢一樣嘢咧？其實講嚟講去咧，點解揀呢個時候咧？點解唔係2024年，唔係2025年咧？要搞到2026年咧？個理由咧就係話，因為
2026年就係美國嘅中期選舉。特朗普咧，其實佢自己知嘅，美國嘅經濟咧其實就好大鑊嘅。尤其是而家減息，一減息嘅話咧，個通脹咧就會上嚟。一上嚟嘅時候，美國嘅軍費咧係每一年咧係8000億呢個800億美金，唔可能講少咗。總之係800億啊，800億美金。咁即係幾千唔係啊，8000億美金，講少咗。8000億美金嘅時候咧，呢個軍費咧係冇得減少嘅，因為佢要維持咧全世界好多個基地，加埋呢啲航空母艦。咁一隻航空母艦咧就幾千個官兵，淨係每日食飯都唔得了啊！唔好話計嗰啲燃油，雖然話你有2隻航空母艦係呢個核子動力嘅，咁都死㗎啦。咁即係話咧，美國嗰個國政府個開支咧係冇辦法可以減少到嘅，而佢個赤字咧係以每一年咧係2萬億美金嚟到遞增。咁即係話預計響2030年嘅話咧，美國個嗰個欠債咧係要達到50萬億美金。咁呢個咧，特朗普知唔知咧？知道嘅。所以佢要做嘢就係點樣希望能夠減少呢個開支，但係呢個搞嚟搞去都搞唔掂。今次咧就去搶呢個委內瑞拉嘅石油，咁啊搶咗之後都唔會多幫得幾多，幫少少啦。咁就可能即係舒緩咗裏邊啲美國人嗰個開支啦，即係啲電油可能平啲啦，搶咗人啲電油翻嚟，梗係平啲啦，係咪啊？咁但係個通脹咧仍然係會上去嘅，咁啊呢個咧就係好大嘅問題。同時仲有一樣嘢，特朗普咧好驚一樣嘢，就係而家佢嗰個關稅政策咧係被人話佢係違憲。響呢啲初級法庭裏邊咧已經係定咗佢嗰個關稅咧係錯嘅，嗰個政策係違憲嘅。咁而家咧就最高法庭嗰度咧，關於打呢個官司話佢係咪違憲咧，可能都係呢1-2個月出現㗎啦。咁由於初級法庭裏邊所睇到嘅情況咧，好大可能咧去到呢個最高法院咧都會判呢個特朗普嗰個關稅政策咧係錯誤，係違憲嘅。咁嘅時候咧要停，兼夾咧要回水俾人哋添。呢個就好大鑊啦。所以特朗普咧開到聲就話：如果我個關稅政策係被法庭話我係違憲嘅話咧，我好大程度上咧，我係會被彈劾嘅。好啦，今次呢個捉阿馬杜羅呢單嘢，原來咧係事先咧冇知會國會嘅。咁啊，直到咧嗰晚半夜4點鐘，先至有美國嘅官員去通知嗰啲美國嘅國會嘅議員，就話捉咗馬杜羅。呢一個咧就好大鑊，即係如果到時特朗普嗰個關稅政策被最高法庭係判咗違憲嘅話咧，民主黨一定咧借呢個機會就話馬杜羅呢單嘢，你個總統係即係漠視晒整個國會，因為美國都係三權分立噶嘛。你特朗普所做嘅嘢，包括埋個關稅政策，都係用嗰個總統嗰個特權啊嚟到做。咁加埋今次捉馬杜羅係完全事先係唔知會國會，唔俾佢知，先斬後奏。咁呢個咧彈劾佢嘅個機會咧就好高嘅。所以今次特朗普點解要揀呢個時候咧？就喺呢個中期選舉之前，
佢係要做一啲嘢，呢個係完全係玩呢個民粹嘅。佢利用呢一樣嘢嚟增加佢自己嘅知名度，亦都話咧佢俾啲民眾知道美國係好偉大嘅國家，我哋咧就係對付呢壞分子咧係做我哋一個國際警察嗰個角色係做俾全世界睇，作為一個全世界嘅楷模。咁啲民眾唔知㗎嘛，哇係喎好犀利喎，我哋又捉鬼咗嗰個毒梟呢個衰嘅總統翻嚟受審啦，咁啊煽動呢啲民粹出嚟，究竟成唔成功咧？唔知道。關鍵咧就係呢一兩個月裏邊，究竟呢個最高嘅法庭嗰度會唔會判佢呢個特朗普嘅關稅政策係違憲？如果一判咗嘅話咧，民主黨一定借機會咧，呢單嘢一定去借話特朗普嘅，唔會放過佢。咁如果特朗普被彈劾嘅話，就算佢甩身冇事都好，佢個中期選舉咧都會咧受影響。到時咧，共和黨響國會裏邊嘅優勢咧係可能會影響到啊。咁呢個咧就亦都可能影響到下一屆嘅大選，究竟共和黨仲贏唔贏到咧？呢個就好關鍵。咁另一方面嚟講咧，就係話美國而家個經濟方面嗰個產生咩咧？你呢個斬首行動要捉呢個馬杜羅，其實你話會唔會影響咧？一定會影響啦。即係喺經濟方面嚟講，全世界對美國、對美元同埋美債，總之係美金嘅產物都會產生戒心，即係等於俄羅斯嘅中央銀行嘅錢擺喺其他國家，因為俄烏戰爭俾你班人冚唪唥全部凍結，甚至攞嚟俾烏克蘭打返轉頭，咁俄羅斯都冇辦法啦。而家佢點樣咧？佢就唔擺錢去其他嘅外國嘅中央嘅銀行啦，咁就今日瑞士定琴日咧，瑞士就講咗就係宣布咧會呢個凍結晒馬杜羅響瑞士嘅所有嘅資產。咁俄羅斯咧而家就點樣咧？就買黃金，買黃金之後咧，佢就擺喺邊度咧？係擺喺中國。因為對其他地方咧都冇信心，又唔擺現錢，即係我哋買咗變咗黃金，變咗黃金咧就係符合中國嗰個程式，就唔係倫敦金嗰啲啦，就擺喺中國嗰度。咁如果你咁樣充公咗馬杜羅呢啲錢，咁即係話全世界嘅人咧都對呢個存錢喺西方嘅國家好有戒心，咁嘅時候尤其是喺美國添，我擺錢喺你美國更加俾你充公埋添啦，最容易啦，係咪先？咁嘅時候咧，對於美債、美股未來係會點咧？大家都要心裏邊有啲諗法啦，係咪會影響到咧？即係話，當你全世界嘅人嗰啲所謂領導階層，佢哋揾到啲錢，佢梗係擺喺啲秘密戶口裏邊啦，唔係瑞士就係美國，一係就新加坡，啲主要嗰啲幾個啦，或者英國或者其他國家，法國嗰啲。但係隨着俄羅斯嘅錢被凍結同充公之後，而家你能夠將你嘅財產擺放喺啲安全嘅地方咧，其實有限。咁可能造就到係咩咧？就新加坡同埋中國都未停，可能調翻轉頭喎。以前中國啲錢係走到去離開中國去擺喺外國啊嘛，而家俄羅斯啲金都擺喺中國嘅時候，其他啲領導人會唔會話好似中國仲穩陣啲喎？起碼佢唔會充公我啲錢啦，係咪先？咁嘅時候咧，可能咧造成中國有個新嘅機遇都未定，唔知道。
所以喺未來嚟講，美國嗰個經濟係會點樣咧？而家嗰個通脹慢慢，因為由於減息翻咗上去之後，而美國嘅人民咧，佢嗰個存款啊係好少嘅，即係話有呢個聯儲局嘅資料顯示咧，能夠攞到$1000美金出嚟應急嘅人咧，係得22%，而攞呢$10,000美金出嚟嗰個人民咧，去應急咧係攞唔到啊 ，sorry， 攞唔到嘅係60%嘅人係冇$10,000美金喺銀行嘅，冇$1000嘅美金嘅咧有20幾個%，連$1000美金都冇，即係七千幾蚊港紙嘅銀行裏邊，你咪好大鑊啊！好啦，而家減息之後，通脹上咗去，另外你去加呢個關稅俾其他嘅國家嘅貨物進口，包括埋中國，尤其是中國添啊！中國咧就係對於嗰啲抗癌嘅藥物，同埋嗰啲即係有幾種藥咧係特別係只有中國佔大部分嘅。咁佢而家你入口嗰度咧，而家你又加佢關稅咧，咁啲嘢冚唪唥都貴晒。咁個最終咧就落翻去消費者嗰度。咁啊已經減息之後咧，嗰個通脹已經上咗去啦。再加埋你關稅嗰度，令到嗰啲進口嘅貨物冚唪唥全部貴晒。咁你啲人民咧，美國人民咧，就嗰個生活咧就會百上加斤。而美國嘅內政咧會唔會好轉咧？佢個石油委內瑞拉嘅石油係雖然俾美國控制咗，短期之內咧可能美國人咧可以享受到比較平嘅電油，但係對美國個國家嗰個整體嗰個赤字咧係冇咩幫助嘅。1年8000億嘅軍費冇得慳加上中國唔買美國嘅大豆，咁咧就嗰班農民咧種大豆嗰班農民，本來就係特朗普嘅票倉嚟嘅，而家因為咁嘅情況咧，就蝕到瞓街。咁嘅時候咧，其他嘅政策又不受歡迎，咁啊中期選舉咧，特朗普咧都幾頭痕。今次出兵呢個委內瑞拉咧，係特朗普嘅兵行險着。一方面佢可以咧就係掠奪委內瑞拉嘅石油，另一方面咧就係製造呢個民粹嘅效應。但係個如意算盤打唔打得響咧？你要睇下中國同埋俄羅斯會唔會聯手反擊，同埋咧睇下佢裏邊民主黨對佢嗰個即係伏擊，可以講用伏擊呢個字，因為民主黨一路都係等緊機會去嚼特朗普嘅。咁而家好啦，今次咧你委內瑞拉呢單嘢咧，正咧就俾咗民主黨咧個機會，所以等埋嗰個最高法院嗰度判決，究竟嗰個關稅係咪違憲咧？咁就會咧令到特朗普咧就非常之頭痕。咁啊，今次咧嗰個石油價格就因為嗰個捉咗馬杜羅之後咧，全世界初初以為咧就會升嘅，石油個價錢會升，但係而家就啱啱就調翻轉，不升就反降，而家跌到60蚊一桶，60蚊美金一桶。咁係咩原因咧？咁樣其實呢個就反映咗係華爾街嗰邊嘅態度，因為如果控制咗委內瑞拉嗰個石油嘅供應嘅話咧，咁即係話
石油嘅供應，因為委內瑞拉係全球啊嗰個石油嘅蘊藏量係最多嘅國家。咁如果美國人去幫委內瑞拉改善佢嗰個提出呢個石油嗰個設施，咁委內瑞拉嗰個石油嘅出產咧就會多咗，咁即係變相咧全世界嗰個石油嘅供應咧係會多咗。咁華爾街呢班人咧就睇好呢一樣嘢，就係話控制咗委內瑞拉嘅石油，就變咗咧石油供應多咗，所以個價錢咧就係會平咗嘅。而家又跌到$60美金一桶，但係長遠嚟計，呢個係個如意算盤係咪真係咁着數咧？而家我哋睇到一樣嘢，就委內瑞拉又冇聲出嘅，即係你話點就點啦咁。但係隨住個局勢嘅改變，一路將來，佢係咪咁聽話咧？俄羅斯到今時今日都未出聲，普京，中國會唔會有反制咧？係咪啊？咁即係話美國而家特朗普佢所做嘅嘢，似乎咧係對美國好有利嚇，但係長遠計，其他嘅國家會唔會反彈咧？呢個先係要睇中國下一步同俄羅斯要做啲咩嘢。咁好啦，即係全世界嘅獨裁者或者個領袖會因為呢件事去驚，咁所以咧軍工集團咧個生意一定會好，係嘛？咁呢個軍工集團包括美國啊、俄羅斯啊、中國啊，都有好多國家都有武器出產嘅。咁啊未來咧，全世界啲人咧就個個走去搞呢個軍工啦，係嘛？個個都係因為容易賺錢，同埋有個需求大咗好多。咁對於其他嘅做生意嘅人，咁啊點咧？咁啊你唔搞軍工，唔搞 AI 人工智能，搞啲乜嘢嘢咧？咁整個成個世界嗰個經濟啊，都會咧就係變質啊！即係話從原來嘅呢幾十年裏邊嗰個經濟嘅情況咧係改變。咁將來個個都掛住搞軍工，個個掛住搞武器，咁其他啲生意點啊？做咩生意啊？咁啊冇其他生意做，係咪啊？因為啲錢都去晒買武器啦嘛，咁你仲有邊有多餘錢做其他嘢啊？加上如果係嗰個政局唔得穩定嘅，經常有呢啲忽然間抽筋嘅嘢啊，特朗普又發咗神經嘅時候，又唔知搞啲乜嘢嘅話咧，基本上你其他嘅人民咧，國家嘅人民咧係冇得預料嘅，你冇得諗嘅。大佬，你今日都唔知聽日事，係嘛？咁啊，全世界經濟係咪會顛覆啊？由於你今次咁樣，俄烏戰爭仲未打完嗰個啊，即係你特朗普今次做嘅呢一樣嘢，係咪去令到普京會驚咗你，而令到佢會就範停火咧？我睇又未必喎，係咪啊？當然啦，你要澤連斯基嚟講，我覺得哇，特朗普咁犀利嚇，普京未必係咁諗，係咪？咁你一廂情願嘅時候，加上即係呢件事係咪就咁完結咧？俄羅斯同中國會唔會聯手反彈咧？到時會唔會搞呢邊東亞呢邊嚼啲日本啊、菲律賓嗰啲咧，台灣嗰啲咧，未知嘅喎。而家由於呢件事影響到第一，特朗普能唔能夠繼續去發揮呢啲咁樣嘅蠻橫無理嘅做法，未知嘅。而家要睇嗰個最高法院嗰度嗰個判決。好啦，全世界經濟
俾佢咁搞一搞咧，又係亂晒龍。咁嘅時候咧，人民嘅生活咧，個個咧都唔會係好，係嘛？做咩生意？冇生意做啦，係咪先？做乜都唔掂，因為你佢嗰個政策隨時改嘅，隨時又話加關稅，隨時又話要制裁，隨時又乜又乜，係咪啊？咁而家中國咧就制裁咗美國幾個軍工集團，咁呢個我呢集咧我就唔講啦，就留翻將來先講。咁而家究竟台海方面點樣唱咧？未來嚟講最容易出事嘅就應該係南海嗰邊。點解咧？你美國響呢個加勒比海嗰邊就搶咗中國嗰啲石油，扣留咗人哋隻油輪。咁中國會唔會調翻轉頭又響呢個台海方面？因為你所有嘅運去台灣嘅嘢，同埋運去日本嘅原油，都係要經過台海噶嘛，台灣海峽嗰邊過噶嘛，即係或者係附近過。咁啊，中國擺啲戰艦喺度日喺度演習，零零白實彈演習嘅時候，搞到你七國咁亂得唔得？咁你呢啲船點諗過啊？係嘛？咁你啲石油運唔到去南韓，運唔到去日本，運唔到去台灣，咁跟住咧中國又去搞你呢個小馬可斯，咁啊全世界咧就到時七國咁亂。咁啊呢個咧就係由於馬杜羅呢單嘢，表面上特朗普係贏晒，但係嗰個如意算盤係咪咁樣咧？你睇落去啊，當然啦，你冇人反彈梗係得啦。你中意點就點，中意打邊個打邊個，捉邊個捉邊個。呢個世界會唔會咁着數啊？其他國家都會由於你咁嘅做法，個個都會諗計去自保。咁所以由於自保嘅原因咧，嗰個聯盟方面，大家可能會有啲唔同嘅做法。一方面就應酬你美國佬，另一方面就同俄羅斯同埋中國打好關係，係咪啊？唔俾你一面倒。咁歐洲方面咧唔出聲咧，唔係表示你就係冇嘢嘅。咁你格陵蘭嗰度點搞啊？丹麥點搞？一搞到丹麥嘅話咧，咁啊德國法國嗰啲遲早都會有問題嘅喎。佢搞得你丹麥嘅時候唔爭就搞埋你法國同埋呢個德國嘅喎。尤其德國有美國嘅駐軍喺度添，法國嗰個政府死下已經係換咗幾次總理㗎啦已經。咁所以咧就未來咧呢個世界係會立亂。咁加上美國方面今年中期選舉，加上特朗普唔知會唔會被彈劾，哇！呢個2026年啦，就精彩到無倫啦。點樣精彩啊？即係亂到無倫啊！咁啊呢個咧就拭目以待，等大家咧將來慢慢我等日後咧再繼續向大家報道啊！多謝大家收睇。